黃浩華，我係鄭天佑，我係廖子晨。正所謂時間就係金錢，對於生活忙碌嘅香港人嚟講，搭車返工最驚咩啊？最驚梗係坐過龍啦，攰到瞓着又得，掛住睇手機又得，一唔覺意就 miss 咗個站啦。放心，坐個靚位智能巴士座位系統就係你嘅解決方案。我哋運用咗 Microbit 入邊嘅光敏感測器同埋物聯網 LOT 技術，當有乘客坐喺座位上面 ，Apps 同埋巴士熒幕就可以實時顯示座位圖，方便一啲需要嘅乘客可以快啲揀位。無論你想揀安靜嘅窗口位，方便照顧家人嘅連座，定係急需要手機充電嘅座位，一睇就知輕鬆揀位。當乘客上完車揀完位之後，佢可以用手機 Apps 裏面嘅登錄座位去掃描座位上嘅 QR code，畫面就會顯示已成功登錄。跟住翻到主頁揀翻落車提示器，佢就會清晰咁顯示巴士嘅路線同埋站名，選擇自己落車嘅站。到站前，座位就會溫柔震動同埋用聲音提示乘客要喺該站落車，咁就唔驚因為瞓着咗或者掛住玩手機而錯過站啦。